那前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昨宣布退党，换加入民众党。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元珠表示，黄国昌加入民众党是甲自尊放杀和恶鬼做买卖。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昨嘛当面邀请黄国昌来选不分区的立委。前立委黄国昌伫26宣布退出时代力量，要按照公布，因为支持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的理念，决定要加入台湾民众党。民众党表示，期待伫黄国昌加入了，会当重新让人民对政府甲司法有信任。但是时代力量认为，黄国昌是无顾家己的自尊，甲魔鬼交易。以我认识的国昌，要放下自尊和魔鬼交易，要跟牛鬼蛇神站在一起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也很难以想象，那个曾经站在数十万人面前高喊着退回服贸，也高喊过下架中天的国昌，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，必须要帮两岸一家亲，又或者是重启服贸，恢复中天来辩护。我希望说，这个加入蓝白阵营的黄国昌，在面对中东锦，面对李全教。面对蔡正元，面对邱毅，在面对9·2共识，面对两岸一家亲的时候，能够具备基本的价值立场。王元武表示，伫咧拿捏一个乌金的攻击之下，行出一条第三势力的路是真困难的。伊无法度认同，也无可能去选择较容易的路行。对此，黄国昌表示尊重。针对退党的原因，伊无加讲，只敢讲一言难尽。原来是不是落入民众党无分区的立委名单内面，是由党内来决定。2024年整个对我来讲，目标的设定上，我还是希望说能够促成蓝绿两党在国会里面都不要过半。那加入了民众党，就是希望能够帮他们把他们的政党票跟席次最大化。针对未来若是拿白合赢到总统的情形，是不是依然有意愿担任法务部长？黄国昌讲，上重要就要看迄当阵是啥人做行政院长，这个人是毋是有法度尊重，可以有独立的空间放手去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